看到大家哦对，不要紧哦。那我们的现场的兄弟姐妹哦，那个很高兴可以看到大家。我们现在今摆礼拜拢是线上加实体拢同齐进行，所以咱会等这个线上时间，然后伫遮的时阵，咱嘛备办咱的心要来伫礼拜进前来祈祷。第一心中最大的事是你玛丽，第一心中最大的事是你玛丽，我爱靠你玛丽，我爱靠你玛丽，第一心中最大。咱来唱第一心中最大的事是你玛丽，第一心中最大的事是你玛丽，我要靠你玛丽，我要靠你玛丽，第一心中最大。上大的事就是爱你嘛，这主耶稣，你嘛伊是咱一生中上大的祝福。咱起哩搁一遍来唱这条诗歌，伫一生中上大的事就是要敬听你，请咱起哩来唱。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唱。一生中最大的事是敬听你，第一生中最大的事。经文搁一遍来宣告，感谢上帝，因为甲基督结连，阮时常互上帝带去参加基督凯旋的行列。上帝搁用阮去达所在散步，明捌基督才有的香味。无论伫得救还是沉沦的人中间，阮正做基督的香味献互上帝。所以，恁着互相认罪，三体基督，通互恁得到医好，伊人的基督有大功效。咱即礼拜搁经历上帝平安，所以咱会当伫遮来敬拜咱的上帝。所以伫遮这时阵，咱来献上感恩的祈祷，嘛是要献上认罪的祈祷。等咱认罪来到上帝面前时阵，上帝要来接咱，嘛，互阮搁有力量来面对咱所面对的挑战。咱只是开嘴来祈祷，为着即礼拜献上感恩，为着即礼拜认罪来活转到上帝面头前。主，感谢你，感谢你听阮到无煞，主我们祝福，主我们敬拜你，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应抓教互阮来实现无限限制的主，这里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你有意义。主，你为阮的生命中你下的主，感谢你，我愿意你的基督内底来彼此认罪，互相来代求，会当来经历着主你所赐的意义，甲你的托付，主阮的心在你的中间，主啊，你来保守阮，感谢你。主，感谢你的恩典，互我搁一礼拜会当经历着主你的平安。互我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阿罗你的名。总是阮是有罪的人，阮是有软弱的人。伫主你的内面，你用你永远的疼痛，你用基督的恩典，才让阮会当互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为着安尼，我献上感谢，嘛求主来帮助阮，伫礼拜中
阮陪伴心来领受你的恩典。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过来要继续来祈祷，为着咱兄弟姊妹中间需要医治、需要透放的，咱来读这段经文。我的囝着注意听我的教示，耳耳孔听我讲的话，着不时注意，毋通忽略，着记牢伫心内。找着的人得着性命，规身躯拢勇行。咱有需要咱有需要祈祷的所在无咱若是有遮个需要，当咱来寻求上帝的时阵，咱就得着性命，得着医好，得着伫主内面的透放。若是有身躯顶有安尼的需要的，有伫咱的感情内的家庭有遮个需要的产业，有遮个需要的伫咱的事业工作，还是讲伫这囝儿的学业。人际关系，也是顶面无讲到的代志。若是有需要的兄弟姊妹，当请你徛起来，咱会当讲来为你祈祷。你嘛会当坐伫位置中，为你需要的所在，你会当用你的手放伫下顶面来祈祷。咱即时邀请大家，若是有需要，你会当徛起来，咱嘛为着家己来到上帝面头前，咱开嘴来祈祷。主感谢你。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主，你互阮的身心灵会得到透放，主会当得到自由，阮的健康，阮的灵命，主愿求你来保守，主你互阮伫阮的生命中间，你诚做阮的主，阮的主权在伫你，要靠耶稣的性命来到上帝，伊是阮的宝座前来宣告，你是我的帮助的，你我的好处无在伫你以外，你要互阮。保守阮的身心灵平安健康，阮的内心不要惊惊黑暗中所流行遮美丽。主你来看顾心中主，阮来到你的面前，看到讲兄弟姊妹会需要的时阵，咱真正是有限的人。有的时阵，咱袂当即时来帮助因，总是主你伫你的权柄，伫你的大能力内面，你会当来帮助。伫阮知影，伫阮毋知影的所在，遮个人你所疼痛的囝儿的需要，求主你来医治伫阮中间身体有欠缺的，求主你来医治伫阮中间心灵衰烂感觉讲无气力的人，求主你来保守伫疫情的中间，伫遮个环境变化的中间，阮的心会当建立伫主你的应允内面。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咱继续来祈祷，为着主你来守望。咱来读这段经文。我所祈求的是安尼，你的听话哪加天，你的指示甲对答判断哪嘛进步，互恁会晓分别什么才是上好。安尼伫基督的日，恁才会成做纯洁无通嫌的人。充满靠耶稣基督才有会好得定，通将阳光甲恶路归乎上帝。充满对主来恩典，互阮的性命会当归阳光互上帝，为着主你来祈祷，会特别为着咱个人甲上帝的关系有和谐美好的关系来祈祷，嘛为着主你这个礼拜这个儿童的礼拜即马是升级的礼拜今天阁有学会理干事的会议、医疗关怀，即马正在进行中，求主来掌管。嘛为本周基督见证会第9区要来做见证，欢迎兄弟姊妹咱会当透过实体线上拢会当来参加，来见证上帝作为伫阮的中间，嘛为着这项代志来祈祷，嘛为着第3区来祈祷，求主来带领区长甲小组长，会当伫引带做完伊的信用的性命，会当
哪来哪成长伫主的内面来建立着信心。伫疫情的下面，无论是环境还是经济上、家庭上、事业上的变化，拢有主的保守甲看顾。咱只是邀请大家，咱起立，咱站起来，咱这时阵来为着主你来祈祷，为着兄弟姊妹为着咱的事工来祈祷，咱开嘴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咱感谢你所赏赐的信心，甲阮同在。你的赏赐，互阮祈祷的权柄，互阮会当瓦靠信心的同在，专心来祈祷，常常祈祷，会当不时来警醒，为着正信道来祈祷，为着要经历上帝你信心的大盼望来祈祷，为着无道的朋友会当入咱主你的救恩来祈祷，互阮做伙来享受这永远的福分。伫敬拜内底，为有信心的充满，为当领受平安喜乐。主啊，要无落去，我们开嘴。主啊，要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的恩典，你拣选主日会当互阮会来到你的面前，使互阮会当有祈祷的权柄，嘛会当透过祈祷来找求主你的心意，透过礼拜来敬拜主你。你是信实的主，你是公义的主。透过敬拜来经历着主，你是啥物款的主？伫阮的生命中，求主你来引带掌管嘛，求主你将你的话语充满伫这个教堂，充满伫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生命中。伫这个主日，我要领受你的愿望，我嘛要用你所教导阮的祈祷文咱来讲。愿你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愿耶和华的名受阿乐，对即时到永远，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耶和华的名是应该阿乐的。咱拢诚做一家人，伫基督内底，咱拢诚做一家人，阿门吗？看边仔的人，甲你生做无共款，但是咱拢诚做一家人。你会感觉讲，看到你真好无？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家人，咱诚做一家人，做伙泡泡来唱。咱拢诚做来唱，因为耶稣，因为耶稣，这上帝行你，咱拢诚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这最圣，因为耶稣你救命，因为耶稣咱有过我的人生。我去享受主我名，我去给人的主听，因为耶稣贡献。咱拢诚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行你。咱拢诚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诚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甘敬爱，因为耶稣望主爱，因为耶稣彼此恩赐三万爱。有时看见人的死，有时苦当当伤悲，
会疼痛，咱才吃做一家人，大家当请坐。我庆幸，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今，是将来有权能的，是权是亲，也是别个受造的面，拢袂话过长，咱伫上帝会听，上帝会听，就是安尼，白白来到咱的面前，要施恩予咱，我的心有相同会。我的心有相同会。又再搁行行，最最困别人，但我袂甘伫你的疼，主你听我做宝贝，毋捌放下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心有相同会，又再搁行行，最最困别人，但我袂甘伫你的疼，主你听我做宝贝，毋捌放下我。受困，耶稣这稳定的座位，要来受到怜悯，也要受到稳定。逐工要来做咱及时的帮赞，咱的祈祷是靠耶稣的名。阿们。
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有慈悲怜悯的主。阮伫阮软弱的时阵，需要帮助的时阵，欠缺的时阵，主你透过礼拜，互我想起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我的牧者，我着领受着对你来的平安，我着经历到主你的应允中间。主啊，你毋捌放下我，你互我会当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互我会当阁想起主你对过去到即阵所经历过一切的恩典。所以主，我要来敬拜学罗你的名，你的名是值得学罗，你的名亲像拄则所讲，是得胜到有存，互阮的性命伫你的内面，搁一遍，互主的恩典来充满，互阮充满愿望伫你的面前。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手，救主出声叫我，请起立来吟全首。咱共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听阮的骂，阮的王，你是创造万物的主宰，穹苍传扬了你的手段，世间万物万事，万事拢说明了你的奇妙。你智慧的创造，填满了全地，也丰富了阮。你是独一神，是实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伫你的宝座前，主，阮要大声学罗你的名。你因为你保守看顾阮，你是耶和华沙龙。你医治阮每一个人的心灵，你是耶和华拉法。我靠你通得胜，因为你是耶和华尼西。你是乱世不平的主，因为你是耶和华主。阮感谢你，你是耶和华世间的主，万王的王，人类的救赎，你是耶和华。
何等荣耀圣洁，仁爱的主，愿诚心来你的宝座前，为爱得到主你的恩典蒙怜悯，爱你的光来照阮，显明阮稳捌未犯的罪，轻忽的罪，毋敢面对的罪，帮助阮，也互阮看见，也感受到。主你就用你的指示来指教阮，互阮通悔改。圣灵来帮助阮，互阮使阮有悔改的心，互阮开始活出甲基督通匹配的生命，为阮每一个人来做清洁的心，照着每工读经祈祷亲近你，重整阮每一个人的生活优先次序，回转归向你，将荣耀敬畏你，也就听人来荣耀你。主，我要特别来感谢你，因为伫即个疫情还阁咧影响阮的时，主你的听来帮助阮，也因为出伫你的听，阮通踮伫你的圣殿内，阮敬拜阿罗服侍你，这是何等的福分啊！愿主欢喜接纳阮今仔日所献上的。也恳求主常时也来祝福。今日同一个时间，儿童牧区有毕业典礼、圣洁的礼拜；文昌公园有医疗关怀服侍。那么会后有协会的理干事会议，过来一礼拜中有白话字的基础班、德福的关怀事工、拜三的见证祈祷会，阁有爽大的讲座。主，阮拢求主你来保守看顾，互阮所做通来应承益人。主，阮就从今日阮的礼拜恭敬仰望你，愿你将你爱对阮讲的祝福、安慰、激励，也是教示，圣灵来感动启示黄牧师，透过黄牧师的嘴来阮来启明，互阮今日讲的、听的，拢平平得到好处，受造就。愿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来启用伫圣诗的后面，启用文第14篇，就是对诗篇46篇来的。启用文第14篇。诗篇46篇来的，上帝是咱的避难所，咱的溃力。虽然地大变动，海水野涌哗哗吼，一声有一条河，伊的水流，互上帝的声欢喜。上帝踮伫遐，城一定袂摇动。列邦哗哗吼，列国动摇。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来看上主的所做。伊压制经，斩断枪，放火烧战车。拢静落来，就知我是上帝。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这是要来请子弟团来献诗，伊要献的有2首歌，请看荧幕。
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路得记第2章14到23节。旧约圣经路得记第2章14到23节。白话字圣经第303页，其他的版本请看荧幕。14节，食的时，波阿斯甲伊讲：“你来遮食饼，用你迄块稳厝。”伊就坐伫挂麦的人的边头，因摕烘的麦穗互伊，伊食饱，腰有剩。伊起来去捡麦穗。波阿斯吩咐少年人讲：“伊就若伫规捆的中间捡麦穗，也着用稳伊，毋通互伊见笑。16节，也着对规捆的抽淡薄，放伫地里，互伊捡，毋通化伊。安尼伫园里捡麦穗，到下昏就拍伊所捡的，约略1亿发的大麦。伊带伊所捡的入城，互伊的大家看，也将伊食饱所剩的摕出来，互伊。大家问伊讲：“你今仔日伫倒落捡麦穗？伫倒落做工啊？”愿迄个看顾你的得着福气。伊就甲大家讲：“伊伫倒落做工？讲今仔日我做工伫迄个人的名叫波阿斯。”拿俄米就甲伊的新妇讲：“愿伊得着耶和华赐福，就是施恩互活人死人无煞的。”拿俄米佫讲：“迄人是咱的亲人，是咱该亲的一个通赎回咱的产业。”摩押的查某囝路得讲：“伊也有甲我讲，你着跟缀我遐少年人，直到因甲我收割明白。”拿俄米甲伊的新妇路得讲：“我的查某囝，你甲伊的女婢出去是好，无互人看见你伫别人的园。”对安尼，伊甲波阿斯的女婢做阵捡麦穗，到大麦、小麦收明白。伊摇完甲大家3甲大，愿上帝祝福伊所讲的话。这时，咱要来请本堂黄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救恩的有备”，救恩的有备。兄弟姐妹，大家平安。看到你足好诶，甲你头前后壁人讲，看到你足好诶。看到你足好诶。咱实体礼拜来到第2个礼拜吼，大家拢来回家，拢爱回家啊！记得线上的兄弟姊妹啊，有那是有这条件诶，有这个预备，我们要来回家。今仔日呢，咱要来分享这救恩的准备。救恩的准备伫路得记，咱已经读1个月啊。对第1章到第2章结束1个月的时间，咱真详细伫读的时阵，毋知影你看见上帝恩典伫倒位，敢有伫你的生活中发生？今仔日要来分享这个题目的时阵，我想讲，这个题目其实大家拢袂生分啦。总是要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阵，咱是毋是准备好？伫2025年，台湾就要进入超高龄社会台语念无啥好，超高龄社会。超高龄社会呢，对年长者来讲是愈来愈侪伫台湾的这个所在，所以年长的人的这个健康的是大家足重视的。所以伫教会伫拄啊祈祷的时阵，你嘛有听到有德福关怀据点，有遮个这个松大有遮个真侪会伫备办伫对遮个年长者看重遮个健康的议题。总是伫遮个议题内面拄着疫情的时阵，我毋知影伫你的心内，你敢有惊吓？你敢有感觉讲，哇，这明仔我拢即个岁啊，我的囝儿，我的逝世，搁伫咧拍拼的时间，我无想要造成的负担，我嘛无想要诚做我家己的负担。但是伫生活中，
咱的性命就是会拄着迄个需要去面对迄失去的时阵。伫今仔日有一个少年人，伊就是拄着伊的爸母，伫伊年岁哪来哪大的时阵，伊的身躯开始出现了一些的问题。这个问题造成伊伫疫情中，这个机构拢因为疫情袂当来开放，互大家来参加，所以伊一个人就要照顾两个爸母，爸母身体阁无好，经济上要阁有真大影响，所以后来伊转变伊的工作的方式，伊去做大夜班，来离世的时阵就来照顾伊的爸母。但是讲伫这个情况内面年长的人会想讲，无爱造成这囝儿逝世负担。但是对这个少年人来讲，嘛是想讲要互爸母过较好的生活。伫这中间，咱看到讲，人其实伫疫情的内面，真正真微细，真正是很脆弱。拄着啥物款的代志，咱拢料想袂到。正是伫料想袂到这个经历中，上帝有为每一个相信伊的人来准备救恩，嘛互每一个相信伊的人会当有真正的归属。亲像咱伫个别礼拜时阵，亲像咱伫每一个特别的礼拜时阵，会讲着讲，咱活的时阵是伫上帝恩典的道路内面。总是咱死的时阵，咱嘛毋免惊吓，因为毋管到倒位，毋管是啥物款的情况，咱拢是属伫上帝的一家人。今仔日这个故事，拿俄米甲路得故事，就亲像你甲我的故事共款。无想到，无拍算，雄雄间就来到咱的生命中。咱拢知影，伫读这段经文的时阵，一开始是一个真大的悲剧，失去的翁婿，失去的囝，拿俄米，伊要做一个选择。伫我失去的时阵，我要去倒位？我要做啥物？我迄个时阵，我阁是啥物款的人？伫迄个时阵，拿俄米伫路得记内面，伊选择讲，伊要活转到伊原本的家，就是上帝应允，互伊的囝儿会当有食面，会当食饱迄个家。伫迄个所在，有可能上帝会施恩看待我，互我有通活通行的路。但是伫这个时阵，真特别是伫路得记内面，有一个人，就是路德，就是路得。伊的选择的方向，甲伊的大家无同款。大家是转去到伊原本的信仰内面。总是伫遮路得是伊放弃伊原本的生活。伊选择讲好。因为我看到我大家的这个需要，伊就疼我甲我的这个同事啊，疼到一个程度是，伊要成全阮会当转去到阮原本的家，阁会当继续，阁会当过伫遐的生活。总是我看到这个大家，伊未来生活是要安怎才好呢？所以伊对伊转去。这选择是伊主动放弃家己原本的权利，来跟缀伊的大家，选择一个新的信仰，选择一个新的大的所在。伫遐的文化，我真正是无了解，我可能连遐的话我嘛袂晓讲。当一个人伊拄着即款的情况的时阵，咱会当来想象，今仔日经文内底伫伯利恒的这个路得。伊对这一切有偌兴奋，来到场中的路得，是一个努力在建立家己，
想要借着伫以色列这内面真特别这个文化，为伊家己甲老米来找着生存的愿望。亲像罗德所讲的，互我到这个仓园内面来捡这麦穗。啥物人对我亲切，我就对伫啥物人的后面来捡这个麦穗。面对着失去亲人的老米甲罗德，亲像老米所讲的，伊转来到伯利恒的时阵，伊就讲：莫阁叫我老米啊，叫我玛拉，因为我真正是足苦足苦，你拢毋知影我的心情有偌苦。伫疫情的内面，我的心情有偌苦。伫失去我的朋友、至亲的时阵，定定有无师拢讲吼，无经历过的人，真正是毋知影迄啥物款的滋味。总是我想伫台的每一个人，有可能在想讲，我嘛有类似的经验，但是我嘛讲袂出来。我内底迄个苦，我嘛讲袂出来。伫这个时阵，老米的苦，可能就是即款的苦。大家看伊讲真有怜悯的心，总是嘛毋知影要安怎来安慰伊。伊嘛毋知影要安怎来安慰伊家己。但是伫今仔日的经文中，咱看到讲，老米甲罗德这两个人，伊做真无共款的选择，就是因选择讲。虽然只有一条路通行，但是这条路是上帝的路，我就来行看卖。我嘛知影，若是无上帝，我可能已经活不落去啊，活不落去啊。因选择伫上帝应允的所在来开始新的生活。选择伫失去了后，毋是我家己独立尔。是伫上帝的应允内面来徛起，这是罗德甲拿俄米伫罗德记，互咱看到一个真无共款的选择。有真侪人会伫失去了后，选择真侪的方式来满足、来安慰伊家己，总是伫上帝内面。这两个人拄开始想讲，我是相信耶稣，我是相信，伫迄时阵是相信上帝。我相信上帝，所以我安尼选择。但是毋知影的是上帝为因所备办的，超过因所想象的。伫上帝应允内面，拿俄米一开始的想法，有可能亲像咱读经文的时阵，伊知影迄是一个收割的季节、季节。伫迄时阵，大麦甲小麦会当伫遐来捡遐麦穗，互因会当食饱。这个季节，你算迄时间的时阵，你就知影，我对遮行倒转去的时阵爱偌久，会拄啊好拄着即款的季节。总是伊无想到的是伊的新妇罗德要对伊来转。搁较无想到的是，罗德伫遐的时阵是一个足勇敢的人，有行动力的人。伊选择讲，我透早我就要起来，我要来捡迄麦穗。看今仔日有啥物款的人要对我好，我就跟伫伊的后面来捡迄麦穗。咱会当来想看觅，一个人去到外国，要安怎会当行到一个你真熟悉的人伊的田园内面？这个几率是很低啦。但是伫上帝应允内面，毋那是互伊拄啊好，就行到波阿斯伊的田园内面，佮拄啊好，拄啊好，波阿斯迄时阵就要转去到迄个田园。我想伊的产业应该真济，总是迄时阵伊出现伫遐，佮拄啊好，伊听过罗德的故事。有时阵伫咱的生活中，咱想讲。我着拄啊好听着这的车位啊！我着拄啊好考试考过啊！我着拄啊好就没有遇到这个人啊！伫这拄啊好内面，咱的想法是讲就是拄啊好尔，是咱的想法是伫这拄啊好内面，上帝的意思是啥物？
咱会当看见讲，顶礼拜的时阵，咱伫读经文的时阵，波阿斯伊甲这罗德相拄伫遐熟识，然后波阿斯就用上帝的话来祝福伊。伫这祝福内面，咱看到两边的报答。伫报答伫希伯来文的原文，其实有两个意思哦。一个意思就是讲，照你所做的来报答你；但是，佫有一个意思是，敢若上帝会当做的，就是成全你的性命，互你的性命得到真正的平安。波阿斯真知影，这祝福伊袂当互落着，这祝福是对上帝来，所以咱会当看到讲。伫罗德记内面，波阿斯伊的性命是一个带着上帝祝福、祝福来到人性命中的一个人。即款的人，伊有真济的产业，总是伊有一个合伫上帝心意的心。咱继续来读分享的时阵，你就会看到讲，伊安怎来对待一个伫迄当时社会一个假的。一个村的，一个无啥物价值的人。罗德，伊知影伊家己的身份，伊知影讲，伊拄着即款的拄啊好，是稳定。伊透过伊讲的话，甲波阿斯在对话的时阵，互阮看到讲，伊伫这稳定内面，这拄着困境的人，伊安怎来面对？嘛会当诚做咱的提醒。伊伫家己真正需要的时阵，波阿斯伊用真好的方法来对待伊。然后伫遮的经文内面，咱看到讲，罗德伊家己讲：我是啥物款的人？我是一个外邦人，我毋是伫遮的人，我无遮的资格会当来领受遮的稳定。我是一个连你的奴婢都袂当，都那个婢女都不能做的。但是你用真正足好的方法来对待我，互我会当伫你的田园内面来捡这个麦穗。伫迄时阵，咱的文化真的是会想象不到。这是啥物款的意思？其实伫即款的意思内面，就是讲到讲，伊会当选择要接纳伊伫这田园来捡麦穗，或是不要都可以。但是他选择，他愿意。而且波阿斯毋若是愿意哦，伊阁互伊真济的稳态，互伊会当捡真济，嘛会当用伊的方法。伫今仔日的经文，互我看到讲，上帝的祝福临到伊的生命中。然后伫今仔日的经文内面，罗德所经历到遮个稳定的时阵，伊其实毋知影是啥物款的意思。当伊转去厝了后，伊甲迄转去到伊的信仰的老米在分享的时阵，老米一听到伊所讲的话。伊的目睭就紧起来，因为伊知影，今仔日路着所经历到的稳定，毋是一个拄啊好的代志，有可能有上帝的准备伫迄内面，伫咱生命中，伫迄困境内面，伫迄当咧适应你咧失去的时阵，其实人真正毋知影你心内的想法，也很难同理。因为咱足有限的，但是上帝知影，伫你欠缺的时阵，你需要啥物款的稳定，甚至伊所为你备办的是超过你原本知影的，迄个你所计划的、你所想象的、你所愿望的稳定。伫今仔日的经文中，咱阁看到讲，上帝是为着疼伊的人准备的。咱来读这段经文好无？上帝为着疼伊的人准备的是目睭毋捌看到，耳孔毋捌听到，嘛毋捌有人想到着。路德甲拿俄米来到伯利恒，伊要
生活落去，要安怎生活，未来伫倒位，真正是无人知影。但是读过路德记的人拢知影，讲伊所经历的代志，毋是伊常常会当想象会到的。食饭的时，波阿斯对伊讲：“来食，摕起来食。”而且还教他你要安怎食。但你读即条经文是足自然的，因为这是咱生活中会做的代志，会摕猪啊，会摕汤匙啊，然后喝汤啊、吃饭什么之类的。但是对迄个时阵，一个外邦人，一个外国人，伊来到咱的文化中，波阿斯无甲伊看这是伫迄时阵的善价人、送乡人，伊接纳伊会当甲伊同齐来食饭，而且毋是食饭了，食饭了后食剩的，阁互伊带倒转去，会当来友好伊的大家，阁来阁伫遐，互伊阁继续扣迄麦穗，继续捡这些麦穗，捡到他不能再捡这样。咱看到讲，伫迄时阵，以色列律法有行到安尼无？其实无呢。伫迄时阵，以色列律法其实甲咱讲只有这样说而已。咱来读这条经文：恁修行五果，鱼边的毋通割了了，落落来嘛毋通捡。修行葡萄毋通挽了了，落落来嘛毋通捡。着留互善者人甲厝外人。我是上主，你的上帝。以色列律法其实只有这田丝甲头，甲这落落来的，爱留互善者人甲厝外人。但是波阿斯互人看到的是啥物款的人？就是伫上帝心意内面，亲像上帝话所讲的，伊是一个按照上帝的公义来行事的人。对路德来讲，其实伊想要经历到的是公义，但是上帝毋那是互伊经历到公义。什么是公义？就是伫迄个时阵，每一个人都会当透过迄个方法来得到帮助，迄是公义。但是波阿斯互伊的，透过波阿斯互伊的，是超过公义。亲像即段经文讲的，要要求你的是啥物？一个相信上帝的人，一个合伫上帝心意的人，伊要行的就是公义。若是有较济，你就会当生存灵命。拄则你主传咱第敬拜时阵讲到，得成到有村，剩下什么？是剩下还是那个银吗？毋是呢。其实，阁是你存落来啥物款的自爱，你就行出来。你有啥物款的谦卑，你就安尼做。上好的是你会当甲上帝来同行。每一个日子拢行伫主的恩典的内面。波阿斯就是安尼做。当伊安尼做的时阵，伊想讲我是照上帝心意来行事。路德甲拿俄米是照上帝公义来得到帮助，但是伫这人甲人的关系内面，伊就结连起来，进入到救恩的准备。啥物款救恩的准备？上帝要救一个人时阵，拢是对你开始的，一个人开始到一家人。伫今仔日的经文中，当路德伊转去厝的时阵，伊听到讲伊的新妇拿俄米听到讲伊的新妇拄着一个人叫做波阿斯。今仔日经文嘛3遍出现这个经文，讲到讲这波阿斯是因至亲啊，至亲，至亲就至亲啊，有啥物特别无？但是伫以色列律法中，你会看到讲，上帝伊的心意内面是要救赎人，互人会当得到活命。毋若是得到活命，若是会当得到丰盛。毋若是得到丰盛，若是会当得到互人得到祝福的困难。
伫今仔日的经文中，拿俄米讲着讲，伊是至亲。伫原文意思是讲，伊是一个会当来赎回什么物件的亲人，会当代替咱来赎回什么？伫以色列律法有4项会当赎回，若是你有即款的至亲，伊会当替你赎回什么呢？第一项就是伊会当替你赎回你的地，你的地。若是你的地伫什么款的状况来失去啊？伊会当替你买倒转来，而且买倒转来，毋是买互伊家己哦，是买倒转来互你。所以至亲伫迄时阵，按照上帝的心意，这至亲是要来成全人的性命。第二项是会当赎回迄个人。若是迄个人伫迄时阵，佫有奴仆嘛，有遮个奴婢，所以奴仆会当家己当作是奴仆来互人来使用安尼。伊透过这赎回制度，至亲会当甲这个人赎倒转来。讲到赎倒转来的意思，就是讲我无法度嘛，所以我需要别人甲我帮助。第三项是会当赎回什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一命换一命啊！所以咱伫读约书亚记的时阵，不是有真侪那个逃城吗？为什么要逃城？因为我虽然死了，我的至亲会去找你算账。可是他不是故意的，伊毋是挑故意的啊！所以就有逃城来避免遮的会罪，来临到伊的心中。第4项呢，就是会当赎回伊的名字，就是今仔日路得甲拿俄米听到波阿斯为虾米会目睭紧起来原因。而且咱看到讲，若是有兄弟有一个人伊失去了，伫以色列内这特别律法是，爱为着伊这失去的兄弟来继续延续伊的家庭。互伊有后代会当来继承伊的地，会当来继承伊的名。所以拿俄米伫遮，伊听到波阿斯的时阵，伊知影，若是这个人愿意，伊甲路得，伊就毋是搁伫遐来扣迄未遂的人啊。伊就诚做一个有身份的人，诚做一个有故事的人，诚做一个会当互人看到讲会尊重的人，有身份地位的人。咱伫头一章路得记来看到这段经文的时阵，毋知影大家阁有记得无？一开始是饥荒的，而且这个饥荒是伫这个士师时期犹大地，所以毋那是伫伯利恒，有可能是这个整个的这个犹大地拢伫发生饥荒，所以因爱离开遐，无伊就活袂落去啊。但是今仔日咱看到讲，这两位无倚靠的查某人，伫迄个时代无地位的人，总是伫遮的环境中，只是捡麦穗，可以捡到这么多的收获。这就是上帝恩典。人拢用家己的想法来想讲，啥物款是丰盛。啥物款才是好的？啥物款才是我想要爱的？但是伫上帝应允内面，对迄个看起来真微细、看起来很不起眼的麦穗开始，上帝开始救恩的准备。那是开展路得甲拿俄米的信用、甲因的性命、甲因的人生，佮继续到今仔日，咱今仔日佮讲到路得故事。伫今仔日的经文内面，面对着失去的时阵，我想伫摩押的这路得，伊做一个亲像连家己拢会挣扎的决定。我若是对我的大家转去，我是毋是我未来就啥物拢无啊？我是毋是我未来就是伫遐过迄款无愿望的生活？
但是伫今仔日的经文嘛，三遍出现同款的话，三遍讲到至亲，三遍讲到你爱留伫遮。兄弟姊妹，咱是毋是留伫上帝恩典内面？还是咱拄着患难的时阵，咱想讲啊，算去啊啦！这有信无信拢嘛共款啊，无耐心，还是讲啊，拄着疫情，啊，上帝你若是真正足好，那为虾米互咱会拄着即款的状况？咱的心随着这个环境来变化的时阵，咱有时会真失落，会真失望。总是上帝讲恩典伫遮，莫学袂走。恩典伫遮，你爱留踮遮来领受教爷的恩典。而且这个恩典是上帝引带带领路得伫遮，互伊有真正的平安。因为迄个时阵，外邦人、外国人来到以色列人中间，毋管伊是倒位来的，迄个时阵的文化就是安尼。而且伊是一个查某人，是有可能，真有可能会互人欺负，互人歹款待安尼。但是恩典伫遮，平安伫遮，而且伊伫遮的时阵，波阿斯透过伊的行为，透过带领遮个仆人，佮特别甲因讲，你袂当欺负伊的时阵，伊领受到教爷的恩典。上帝互阮会当伫伊的内面来领受即款的恩典。搁较珍贵的是，因伫遮的时阵会当领受一个彼此相听的关系。彼此相听的关系是要安怎互人看见？是要安怎做才是一个好的关系？其实对拄则迄个经文，要行出公义，要有灵敏的心，要谦卑来甲上帝同行。波阿斯就是照着上帝的心意，互伊的田园变做一个。即马咱咧读经的时阵，拢讲到波阿斯的时阵，拢会讲赞，对无？但不会说他很坏啊，或是他很心机啊，或是什么。因为伫伊迄时阵，伊所做的代志，已经超过律法所规定的。透过伊的性命，互路得，互拿俄米，会当伫迄个困境内面受到好的款待，互因的性命伫迄个困境内面，虽然毋是讲真正会当有啥物好的影响力，总是互因会当生活过去，互因的生活领受到对上帝来仰望，这是最重要的代志。人会当做的到遮为止嘛，差不多啊。但是上帝会当做的，毋若是伫阮看会到的所在，伫阮想象袂到的时间，甲迄个空间，在线上还是实体。在你晚上的时候，还是你透早起来在想讲啊，我今仔日要做啥物的时阵，上帝准备的救恩拢毋捌离开过你。伫今仔日的经文中，咱看到讲，路得亲像罗马书所讲的，伊是一个外邦人，有人得到这应允。来经历到应允内面的恩典，是因为伊是犹太人，伊是上帝所拣选的人。但是有人领受这个恩典，是因为伊就是单纯来相信上帝的人。路得伫遮，互咱看到讲，伊就是一个单纯来相信上帝的人。当伊安尼做的时阵，伊面对的挑战可能是我原本所习惯的，我拢开始开始无习惯了。有人失去之后，很多的挑战就是我原本很习惯的，我要去做的时候，我发现不用再这么做了。伫失去的内面，搁较挑战每一个人的是我有一天可能会被忘记，
面对失去，我们可能很怕忘记那个东西，忘记那个人，或是我们很怕我们会被忘记。但是伫上帝内面，伊互阮有永远的盼望。无一个人是互上帝来放散，无一个人是不被纪念的，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即使在那个时候，路得甲拿俄米对犹大伯利恒来讲，是一个转来的人，是一个车婚人，是一个伫迄时阵无地位、无啥物好会当对我们可能没什么益处的人。但是上帝看伊真重要，看因是厝内的人，看你甲我是厝内的人。面对着失去的时阵，路得所做的决定，引带伊伫拄啊好的经历中，伫迄无盼望的时阵，上帝亲自来带伊来捡遐麦穗，看起来那个可以帮助他的，就剩那么一点点。但是上帝就对这一点仔开始来开展伊整个的生命的过程。然后，伫咱看到讲，伊成做耶稣基督的祖先。咱看到讲，伊进入到上帝陪伴的救恩的历史内面。咱伫卡想象袂到讲，咱今仔日所做的代志，我已经足有岁啊，我已经安怎啊，我已经安怎，我已经存这，我已经存迄，我啥物拢要无安尼。但是上帝就是有法度，伫咱的生命中，对迄真美细的一个好的所在，你想要付出的所在，你想要来疼痛别人的这个心意开始，开展咱的生命，互咱的生命会当伫伊的内面，原本是迄无价值的，总是伫今仔日的圣经，咱拢会读到伊的名，原本是互人袂记的，总是伫今仔日每一个人讲到这个家谱，讲到这个历史的时阵，我们都不得不提到他的名。因为伊愿意，上帝就接纳，互阮的生命伫今仔日，阁会当继续来孝念、来数算上帝的恩典伫伊的生命中。咱读到咱分享到遮的时阵，伫后礼拜的时阵是迦南教会第4遍的圣礼典。每一遍的圣礼典，咱拢真欢喜，看到讲有人来受洗，来行入去上帝囝儿的这个身份。总是这个身份对已经信的人是继续有挑战的。迄个挑战是，咱伫这款的情况内面，咱有可能继续来经历到失去伫咱的生活中。我不会因为我今天信主了，我就不会死。我不会因为我今天信主了，我就无迄挑战甲困难。总是伫这内面，咱会当安怎做呢？毋管你几岁，毋管你啥物款的身躯的状况，你心内啥物款的挑战，上帝继续互阮有生命活开，互阮会当来实行天父的旨意。上帝一家人，他接纳我们成为一家人。一家人就是会一起度过很难过的时候，一家人就是会度过很好过的时候，一家人就是会在家里面，在家里外面都有可能会有冲突，但是一家人就是一家人。什么款的人是一家伙仔？就是实行天父旨意的人，这是耶稣所讲的。那讲一遍，透过今仔日这段经文，咱会当来领受，咱是伫上帝大家庭内面，每一个人拢是
所以拄着咱的困境，拄着咱的真正是心情足无好，真正无愿望的时阵，爱想着讲你是属伫上帝的人。嘛，透过每一个礼拜的礼拜，这礼拜是足重要的，因为透过礼拜，咱会当知影上帝的心意。伫这个礼拜要甲我讲啥物？所以要邀请弟兄姐妹，虽然疫情嘛是继续进行，但是上帝稳定大过这个困境啊！继续引导阮看到这个兄弟姊妹，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互咱会当伫上帝内面继续来领受上帝的稳定。咱这时阵来邀请大家，咱会当徛起来，来唱这条歌。这条歌搁一遍，伫耶稣基督内面来宣告：阮是一个人，阮是伫主内面来经历上帝稳定的人。咱拢正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拢正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正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正做神，因为耶稣的公平，因为耶稣。咱拢正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来一起拍手。咱拢正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正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能敬拜，因为耶稣蒙主爱，因为耶稣彼此温主散患难，有心欢喜当平息。有时苦痛当伤悲，因为耶稣三个艰苦三个地，因为耶稣，因为耶稣能敬拜，因为耶稣蒙主爱，因为耶稣彼此温主散患难，有时欢喜当平息。有时苦痛当伤悲，因为耶稣三个艰苦三个地。咱来祈祷，主感谢你的稳定，伫永远内面准备救恩，互每一个相信你的人。毋管阮即马伫啥物款的境况，主啊，感谢你的稳定。因讲阮你甲阮同齐来行，搁互阮会当伫地球透过教会兄弟姊妹，咱正做一个人。主啊，一个人会拄着真侪的挑战，总是一个人嘛领受对主来共同的稳定。感谢你引带阮。透过路德、甲脑米、有波阿斯这三个愿意用互上帝来做家己的主的人，咱看到讲，主啊，你伫永远，你伫这世代中，继续因为因的生命来祝福伫每一个人心中。阮感谢你的稳定，今仔日救恩嘛来到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中，你互阮会当伫每一日，不管啥物款的心情，拢知影有这位主诚做我的保护，有这位主诚做我的困难，嘛有这位主来引带我，
来做无共款的选择。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学了你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你创造万物，搁伫万物中间来掌权的神，阮学了感谢你。嘛伫这疫情当中，助力由阮掌权，多谢你伫疫情当中保守阮每一个人，互阮到今仔日会当由阮来到你的面头前来敬拜学了你。这时，阮要献上阮的时间、金钱、甲才能，来互主耶稣你来采用，成做圣工路用。阮的祈祷、恳求，拢从靠主耶稣得胜名。阿妹，请坐，来请吴牧师来报告。咱要来报告的，大先先来介绍一位新朋友赖晚会，赖晚会，哦，请起来，互咱拍婆啊来欢迎，欢迎我们的赖晚会。啊，是秀儿姐介绍的，好，今仔日很欢迎我们的新朋友，然后我们也要来，咱马那边来小学报告。小学报告，因为因为开始已经恢复到实体的聚会，所以邀请每一个第线上兄弟姊妹会当转来到教会来参加礼拜。马咖哩前后左右人再说一次好不好？看见你真好，真的，这个有人气啊，就是大家一起聚集，这个一起敬拜，感觉真的很不一样吼。那个很感觉到哦，真的是上帝兄弟伫阮中间，咱是一家人。好，搁继续来看着讲吼，后主日就是拄则有讲着讲，今年第4摆的圣礼典7月2号拜六暗时的6点，伫501教室来那个召开小会这个有报名，已经有报名心灵的洗礼兄弟请伫这拜六的时阵8点到教会501教室来那个问道理。好，然后是总拜部的报告这个那是对这个，因为后礼拜的圣礼典有这领受圣杯这时间，所以若是你是线上的礼拜的人你会当伫
周间的时间，会当来教会来领这个2合1的圣礼杯。然后不是马上喝掉哦，是要到礼拜天圣礼典的时阵，咱同齐伫线上甲实体来领受圣餐。好，然后个一个是这字越来越小吼。好，这个得奖了，是今天吗？是得完了吗？吼，好，那我们是这边要颁奖有牧师这个好，今天呢，今仔日呢，这讲台语我应该要去考一下哈。这个我就那个教会就杰出这台语的老师哈，真侪老师啦，好，然后得名哦，在这个市府的什么会？桃园区闽南语比赛啊，请出列，然后我们来颁奖，来那个恭喜他们。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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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大家，等下帕普亚来恭喜。好，我来读一下这是什么哈，不然大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闽南语社会组朗读，我们桃园国那个朗读第6名简忠义长老这个好，然后还有这个每一年都在拿奖了。好，桃园区复赛成绩优异演说闽南语社会组第3名郑丽初长老。他也是我的台语老师哈，那是今仔日台语讲了变好哈，来去欧露一下好。跟我这个演说闽南语教师组我们的杨金流老师就搞，来我们一起站，来我们一起来拍一张，赞，就搞，对，好，谢谢。哇，恭喜因哦！这个讲台语真的不容易，对我都讲了5年了，还是这样哩哩啦啦。好，继续来报告。但是我刚刚讲，这那个语言是很棒的，什么语言都可以来学。好，然后本主日呢，这个是刚刚在进行的，对，所以第1场已经有感谢这些感谢家的兄弟来参与，还有这个教会线上的奉献。这个线上的奉献已经建立拢完成啊，所以若是你无方便伫实体来奉献的，你会当透过线上奉献方式来奉献。好，可以扫这个 QR code。有很多的讲解吼，这个 PPT 也会在我们同工群组就是分享。若是讲你有需要，你会当甲咱同工download来问安尼好，搁有儿童的时间伫6月30进前，若是你的孙，也是你的囝有这个暑假的时阵，会当来参加伫夏令营。每一年伫嘉南教会的夏令营拢是足热门的。这个夏令营是实体的哦，所以若是会当来报名，若是你。准备的这个暑假的时候，要让你的晚辈有真好的体验，会当互因来。而且这个我们的夏令营呢，是跟这个108课纲是就有关系，用这个 STEAM 的方式，不是死定咯，是 STEAM。OK， 那个嘴巴要闭起来，让我们可以来祝福我们的下一代。好。搁有儿童的时间，今仔日嘛是幼牧师伊伫这个6楼有这升级的毕业礼拜，对好，所以祝福这些孩子升学，这是国小升国中跟升国小的 ，OK 好。拜三的时阵有这第9区第9区的基督见证会，邀请大家兄弟姊妹会当线上也是实体来参加。来见证讲上帝会稳定伫阮的中间，好，伫咱的中间，好，咱来读今仔日的经句2遍哦。来开始，请老米对神父讲，愿普阿斯得到上主祝福，上主不时施恩予活人甲死人。老米阁对伊讲，这人是咱的亲情，
是有义务沿线咱细下的一个至亲，落得记第2章20个一遍。老米对神父讲：愿波斯得到上主祝福，上主不是收允互外人甲死人。老米阁对伊讲：这人是咱的亲情，是有义务沿线咱细下一个至亲。落得记第2章20节。咱做伙来吟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人来。吟诗煞要请黄牧师来祝祷，请起立。上主大人来，应在你心内。受上帝祝福，愿天父永远的疼痛不变的应允，耶稣基督的救恩，圣神的引带，提醒甲扶持，甲每一个相信你、倚靠你、按照主你的话去行的人同在，对即时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真济。今仔日的礼拜到这，大家平安。